很多人在询问 SV 快接头怎么打公路车的发式气嘴。首先，这个没转发式这个气嘴，直接锁上去。那这个气嘴的这个阀，那先松开，松开完之后呢，直接转上去。转上去之后呢，这个 SV 快接头先顶住，确定整个顶住之后，安全扣再扣上去，它就可以直接打气。对，如果呢打更高一点的话，自由模式。OK。如果拔起来的话，直接 SV 快接头直接往上推就可以了。安装一样，顶到底，往下扣就可以了。拔起来，直接拔起来。还有一个特写，法式七嘴，直接 SV 快接头压下去，压到底，用力压，扣准就可以了。拔起来，直接就可以拔起来了。